动吃，来做事。喂，我到了。哦，你不给我判给你哦，你直接开进来了。哦，好，我等你。早，哎，好久不见。好酒，你有带好酒来哦。这样乌啦乌啦。来，你家啃啃的啊，我泡茶。我们先进去。好。是茶。哎，俊宝会客家话。爱迪耶啦。其实客家话，我是一两句的，一两句啊。感觉比我还多。太多就不行了。哎，来，是茶。怎么样？这里好不好找？我第一次来都迷路啊，你忘记了吗？我冲到山顶上呢。很多人错过路啊，对啊，找不回来。但来过之后就知道，就很喜欢这边。但是这是我第一次在坐在这边，坐在这个凉亭里面喝茶，然后跟俊宝聊天。因为哦，我就是摊到这里的空气很好。怎么找到这里的？到底？我以前不是在这里，在对面的山。朋友跟我介绍这里，我觉得哇，这边比较宁静了比较幽静，而且其实一下山，下面就离那个竹东中央市场也很近。但是那里面的东西，从我小时候吃到大，到现在还味道其实没有什么变。我竹东人啊，我老家其实是在旁边的琼林，然后一样山上，我们那个林家的宗祠在那个地方。跟俊拔最早是因为拍戏的时候认识，但那个时候并没有太熟，我就像是一个小迷弟一样，在旁边看他演戏啊，很钦佩，很佩服。很妙的是，几年后我们因为一个机缘，然后组成一个团队，现在一起在拍外景，在拍小短剧。那这个过程中，每次跟他互动，我都越来越喜欢他。今天来到他家玩，我想要亲自下厨做一道健康的料理让他吃，那同时也想要知道，在他家这附近有哪些还好玩的景点，他到底会带我去哪边玩？我很期待今天。我第一次看到唯一的时候，我心里只是想啊，唯一的炸酱面呢，唯一，所以他没跟我讲不是唯一啊，是唯一，我心里才有一点印象哦，他是主持那个国外的冒险节目。好恶心哦！有一次啊，吃那个什么，那个鸡母虫啊，有鸡母虫那么大，他一下子吃下去。后来跟他多聊一聊，我才知道说，他也吃过死穴虫啦。死穴虫你知道吗？塞牙糖啦，哎呦吓死人了！我很怕哦，他如果来跟我要吃饭的时候，还有那个味道呢。没有啦，其实那是
一个主持人必备的条件，要有勇气。今天他来这里嘿嘿，当然我会带他走一走，看一看尝尝别人的料理。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会要他做出一道我喜欢吃的料理。我觉得小时候那个时候那种感觉，就那种很单纯的感觉，其实也蛮像在山上这种很清幽很自在这种感觉，我觉得蛮怀念跟蛮喜欢的。到最后还是回归自然啦，真的呢，你就会觉得自然很难得啦。对真的。现在的那个太复杂了，太复杂，人际关系也好啦，各方面都很复杂。是来，我带你去吃饭。好哟，这边应该可以吃到，山上的特产这里是客家庄，客家庄啊，那有名的当然是客家菜。所以太好了，好 ，OK。哇塞，小范，有敢若走入时光隧道的感觉。对呢，就是那种现在都看不到的东西，然后这边，你看我都鸡皮疙瘩起来了，因为我跟那谁还的那种尴尬。你哪有鸡皮疙瘩？因为我很喜欢这种有回忆的东西，然后又很久没看到这种很传统的了。它这个餐厅最大特色就是专门收集一些古代的农作品你是不是这边有股份啊？我没有股份啦，但是很多你耶。我在10多年前就来过这里了，因为我搬来这里已经10多年嘛，10多年前我就有拍过他们了，你注意看。我是有股东，不是，露馅，没有股东啦，古董啦，很多古董啦，你慢慢看啦。其实在这里面都可以好有种挖宝的感觉，而且就是你看有你的签名，然后好像你有拍摄的时候来的，然后你自己私下又常来的感觉。对，朋友来朋友来我都带到他这边啦。没关系，我们先做，好，先做它，我请老板娘来，好。怎么样？这个客家菜的香气，还有就是被这些小时候回忆的各种东西这样包围的，真的有种回到小时候、回到家乡的感觉呢。这个老板娘，姐姐你好，帅哥你好，你叫姐姐，我都爱叫妹妹啊，你好。不然我要怎么叫？你叫阿姨啊？不行，姐姐。但是怎么要收集这些东西，其实不容易吧？不容易。之前是我公公是务农的，那几乎都是自己留下来的啦，留下来变古董啊。对呢，更有价值呢。可是这样保存布置，这个也就要花很多心力对，我们每年都会拿下来稍微擦，我们是没有擦油漆啦，就是把它清干净这样子。因为刚刚俊宝你在准备坐下来，然后正在劈乓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前面刚进来有一个以前那种大米缸，然后我以为它只是装饰，就里面还真的是放米。对，我们放米的。那个叫米昂啦，普鲁话叫米昂，客家话什么？蜜缸。蜜缸，不是叶缸。我刚说我听得懂，这不一样
啊，他们盖小菜啊。哦，好，从第一道菜哈，哎，怪石炒改肉。啊，马盖怪石，怪石，哎，怪石头啊。不是，怪石是一种，香料啦。紫苏。哦，紫苏，我说怪石哦。哎，怪石。啊，这个说怪叔叔了。我哪有？你多一个叔啊。怪叔，怪叔，然后后面是改有鸡肉，怪石。哎，哦，试试看。好，嗯，特别入味。第一次吃到这个味道。这样啊。虽然我是客家人，可是通常类似这样的都是用酸菜啊，对，或者是梅干菜啊对这样来做，用紫苏多了一个甜味。对，它香味比较浓郁。哦，没有想到紫苏，因为以前都觉得紫苏就是比较像是日本料理的时候会用。对，还有做紫苏梅，我们客家人会做紫苏梅。对，最原始的那个味道。对对。但是我没有想到它可以融入到就是客家的这种鸡肉味道里面去，这好吃哎。对对。那这就是红糟了。红糟。红糟。走马。走马。我们早期客家人哈拿走马来卤该种的鸡肉啊、猪肉啊。不懂。鸡肉啦，啊，猪肉啦。保存呐。啊，比较好保存。对，因为以前没有冰箱嘛，过年一定会杀很多鸡啊、猪肉啊，对，就做来腌肉。那这个是算补血的。所以男生吃也好，那对女生应该就更好。对，其实以前有时候吃到外面有些酒糟或红糟的料理，它会有点太那个酒味太重或太酸。但是这边这样吃起来，它是一种香气在，然后又有回甘的味道。对，很怎么讲？因为一般来说，觉得这道菜其实应该是属于比较重口味的，但其实这样吃起来，它是一个很舒服、清爽，会让我一直吃下去的耶。对，很刷脆。为什么有一点甜甜的感觉？酒糟本身就是用糯米去做的嘛。糯米跟那个红曲，一起去腌的啦。糯米先蒸熟嘛，蒸熟再跟红曲一起拌，拌好放到瓮里面。这个真的很好吃，很喜欢。啊，这个是秋豆腐。臭豆腐。听懂啦。秋豆腐。但是感觉跟平常吃到的臭豆腐是不一样的哦，这个酱汁。对，因为我们住山上比较冷，那我们在外面吃的可能就是炸好，然后跟那个泡菜、高丽菜的泡菜弄。那我就想说，我们山上比较冷嘛，客人也不喜欢吃冷冷的，所以我就研发成用热炒的。就是平常我们印象中的臭豆腐的香气，还有那些精华都一样在，但它多了一个很像变烩饭的那种口感，对，然后更润滑的感觉。我来你这里总共多久了？20几年了。有那么久哦？有啊，你骑重机来我这里的时候那时候就开始，之前就有来1、2次啦。我都忘记了。你跑太多地方。我只记得有啦，上次做那个外景节目的时候有来1次啦。对。所以那个时候还没住到这边来，就那个时候我只是喜欢这里山里面这个山啊。对。到后来都是机缘，人家介绍我才买在里面了。也是时间过得很快啊。快哈，20几年了。那个时候我会骑重机啊。开玩笑。有啊。帅哦。现在我是骑什么？小朋友的。我多啦。你客家话讲，我不懂，我再翻译给他听。真的？那你超高。他是不会讲，我是客家人他不会讲客家话的客家人。敌来搞你，我听得懂，来搞死你，不是搞死我啦。
动吃动吃来做事。像俊拔刚刚说的是20几年前你们就认识，然后一直到现在，这些菜都是俊拔喜欢的嘛，品质都没变，这个超级难，谢谢。超厉害。西莫尼，许茂尼，哎，它很多菜都是好啊。这是肉菜布糖、猪改糖。乌金啊！帮你找，俊宝帮你找一下啊！找到了，这个。肉菜布，自己弄的吗？自己腌、自己晒？我自己晒。要早期的话是先跟叔母，我们客家人都会，就是收到的时候有没有？2、3月的时候，收完他会撒一些那个绿肥，就是会播萝卜苗啊，那就会到处撒，然后就很多萝卜啊，收成。客家人比较节俭啊，就会把它收成起来，晒干。晒干那我就会去跟他们收回来，放到那瓮里面。啊，那这个有20几年，也有30几年，也有10几年的。我是不同阶层的年度一起熬的汤啊。各用一些，对，它那个味道跟精华就不太一样。对，嫩的就是差不多10年的哈，它是属于甜。那个20年、30年是属于干哦，所以又需要前面的甜味，又需要后面的尾韵，对，所以就要一起弄。对。你这汤就好像我们3个人坐在这里，老中青都有啊。你是甜的，甜的。对，甜死人了，没办法向你回甘呐哦，还有猪鼻啊，但真的好好喝哦。对，肉菜布。俊拔今天真的都是拿出你的私房的景点来带我走哎。这个私房哦，唱太古啊，哇，唱了20几年，真的。那这样我很期待，等一下我们吃饱之后，你还要带我去哪里？那你是喝咖啡有一个朋友，也是这里的村长，他会送我们食材。好哦，所以我等一下我可以看看弄那个食材来做什么料理。他都自己种的，现采现够新鲜下来。那我们就先吃饱，等一下去喝咖啡。你用不讲？对啊，好，直接吃一下嘛。吃，不客气。这咖啡厅蛮漂亮的耶。我跟你讲哦，刚才吃饭那里是妈妈，这个咖啡店是她的女儿开的啦。这座山头是个家族企业，对不对？这样不错啊，吃饱饭来这边休息一下。对呀，风景又好。哎呀，有的要吃中餐，有的吃西餐呐。对哈。对呀。那你这样你就。不同朋友来，你都会带他们来这两边这样跑来跑去就对了。我一个朋友已经在等了。村长，大哥，来，廖哥来，饮料我帮你点好了。拍摄哦。别来，对。我要啉啥你也知，这么熟啊？对都知道了，常在。太好了啦！对呀，多好，平常有多好？平常他有好吃的菜，一弄打电话跟我讲，我今日有一些方便，多起来哦，自己种的。我到他家门口叭，他就
把玉米拿出来啊。得来速啊，山上得来速。对。那我等下要加一下 line。对吧？哦，可以啊，可以啊。你喝看看，怎么样？感觉？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今天从早上然后跟着俊爸这样，然后都在山里面，会有一种没有平常在城市里那种压迫感。那它本身就很好喝了，甜不会太甜，但是就是很舒服的一个甜度，然后又会觉得在这个山林里面，它好像变更好喝，更自然，甜的很自然。对，不是那种什么让嘴巴不舒服那种甜。嗯，空气好啦，空气好喝啦，要这个空气好啊。哎，咖啡就好喝。你客家话讲，我不懂，我再翻译给他听。真的啊？哎，那你可以啊。他是不会讲客家人哎，他不会讲客家话的客家人。好，我要借由俊爸翻译。刚才都会学习不？啊，哎呀，学习呀。哦，安尼吊带哥真的都能翻译。哎，真的啊，羞愧。你弟来搞你啊！我听得懂啊。来搞死你！我来搞死我啊！很厉害哟，廖大哥啊，很厉害哟。绿竹，你讲，绿竹，入住。绿竹就是说我们以前早期我们这边乡下都是种田嘛，对不对？耕田的那种把那个田给它弄平的一种工具。这太难了，打平的那种工具哦，犁田的，哎，对，这不是我咧操蛋，伊讲这句哦，我都唔捌。那个会考倒人的，很少人知道啊，这个就很少。不会讲的这么有自信啊。哦，这个难哈。对，哦，这个来了，你看，这个是什么？好吃吗？好吃，这个我以前没有吃过，真的啊。你讲话，你比我还要懂，比年轻人还要懂来这个咖啡厅来享受。我觉得该学习的是俊爸这种享受生活的一种精神。对，这里风景好，空气那么好，甜点也不错，咖啡也好喝。哎呀，所以有时候一坐就一下午啊。这个很香，而且不会太甜，真的很好吃哎。这是什么啊？你好，你好，你好。这个是我外国朋友教我做的威尔士小店。对，它里面就是奶油、面粉，然后还有葡萄干，就是配方很简单。可是我觉得很厉害，是因为如果是刚刚这么单纯的材料的话，很容易很干。对，但是我们这是有点湿润，它吃起来就介于饼干跟蛋糕中间。对啊，就是湿润润，如果冬天吃就更好吃。对，冬天吃就很舒服。这个俊爸的爱，他刚刚一直在推荐这个。对啊，你这个巧克力，这个是知道的客人才会点，然后隐藏的，对，隐藏版，然后可以就是跟我们讲，然后我们可以装盒外带回去。通常这是餐的副餐。所以通常不是这样子一盘的。没有，单点是点不到。我跟你讲，你吃这吼，一定和你学到较会得志。好吃。这样。它的巧克力哦。我一来一吃就爱上了。我真看你吃。什么感觉？忘记呀！你刚去哪里？你刚去哪里？都忘记啊！这么好吃吗？你试看看。试看看。外面的粉有一种就是巧克力本身的那个香气，但它不会太苦，难怪你这么喜欢。这真的等一下可以外带一盒回去。好吃，这个好吃。你今日炸什么物件来啊？哇，我今日炸好料来，看看。这么大一袋，自己种的，家己种的大白菜，大白菜，也台拍出来是自家种的哦。
自家种的，自己种的。韩国咧荷兰条咪自家种的。啊，你讲什么条？荷兰条。荷兰哦，荷兰豆。哎，荷兰豆。人讲荷兰豆。哎，对。哦。他刚因讲是讲按照荷兰条。对。客家话是这样。哎，客家话荷兰条。荷兰条。台语讲做荷兰豆啦。哎，对。然后本那转意思咯，你系葱儿式的是空一空，看到吗？什么空啊？没空啦。啊，无你讲空的空。虫。哦。哎，虫吃的一个洞一个洞。葱呢？这证明。空的是个空啊。这证明就是说没有那个没有喷药，虫吃的。就证明啊，没有施农药啊。空的虫的空啊。对啦。我们那天是在一个大楼的屋顶上面，风很大，然后你穿长版的那个风衣走出来，超爽，完全没印象。我那没听，记得吧？在那个屋顶上面。你这屋顶我忘记了，我只记得你从屋顶掉下来。什么时候？动吃来做事。我这边哦，尽量都是很自然的啦。什么树也没有种，我只有种一些李子树啦、梨呀、烟花树啦，还有后面那一棵。你是说那个一直很好奇它是什么树哎？凉亭旁边那个叫超漂亮。卡萨米尔伯啦，卡萨米尔就是在尼泊尔那边，尼泊尔那个哦，很好笑吧？有一个人呐，刚好在宝来那边啊，那个我的朋友他开民宿了，他都突然说，哎，廖先生，你猜看看这一棵是什么树？我说什么树啊？我没有看过。他说这个叫卡萨米尔伯啦，想不到。下一个礼拜我到那个新社啊，新社的老板说：“哎，廖先生，我这一棵是什么树啊？想考你。你如果猜得到，送给你。那个时候，那个树像人这么高啊！哦，这还这么小棵？我说你说的哦，我猜得到，你要送给我。卡萨米尔伯，他吓了一跳，哎，你怎么知道？”我还讲，我上个礼拜才有朋友告诉我嘞。我发现从我认识俊拔到现在，我觉得不能跟你赌博，赌不赢，你真的超强运的。没有啦，是赌啊后。可是现在回来这边看那个景，就觉得全身心都很舒服。你看好远那个山岚，很漂亮，有的时候好像泼水墨一样。对啊，我觉得。可以常常来你家玩吗？来啊，就也不用到处跑啊！你准备去玩不？要拿回这么新鲜的。现在换我来煮一个很健康的料理给你吃。好，喝不？喝，小心。2个师傅2道菜，是，你先煮。哎呦，大师等一下就对了哈。你要煮什么菜？我要做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拿到最新鲜的这个大白菜嘛，这个名字叫做大白菜剥皮卷。哇，真啰嗦呢，这个名字那么长。好啦，反正你就是用这个大白菜做出一道美食。对，很健康的啦。好了，你先做了，我先吗？
不懂的再问我了。真的吗？嗯，好，什么都可以问哈。哎，开玩笑，你不看我较早阿万西啊对哦，阿万是天下第一位呢。对，肃静。好，什么都问你哈，可以哈。可以，你下子来，你今晚要先安怎？我们就先来处理一下食材，目前大部分都处理好了，因为我们都是整根的嘛。那我先把还没切好的这个红萝卜先弄一弄。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做成一个卷，其实它是叫做大白菜千层啦。那我们把它做成一个像是蔬菜卷的汤。哦，这种天气，这个你要切细的还是？我要切细的。哦，细的话都规矩错签就好啊。那个太细。哦，那个太细不行。我们大概用这样，然后听说你以前也考过执照哦。哎呀，我有丙级的厨师执照。我看你的手法好像还不错啦。这么快就认证了吗？那当然啦，可是这个包成这样很不专业。我是蒙着眼睛就可以认证了。瞎讲的意思。我不是啊，我听你切的，哎呦，切的刀的声音啊。哦，不愧是阿万塞哦。然后我来处理一下这个豆皮。对半好。好。对半之后再对半。俊宝喜欢葱吗？喜欢哦，这边的都行哈，这边的食材你都喜欢。啊，你的手是安怎请报第一哦？不是啦，这个说出来很丢脸。怎么样？我前2天在家做菜，切太快把肉削下来。啊，人就去吃到你的吧？哎，只有我老婆会知道我的肉啊。哦，是不是刚刚好？啊，哎呀，这个就浪漫嘛。浪漫。然后我打算是这样，就是大白菜我们是一片的对半，然后我们就把它全部像是包那个寿司一样，然后给它这样子全部卷在中间，让它变得很丰盛的感觉。然后这个一定要进来。啊你啊都袂输，袂输啊你做迄个咧，啥物？你春卷呢？类似那个感觉啦。但我有点想要做个火锅啦。可是就让它看起来是漂亮的，但其实也是可以让它更整齐，就是我们可以再把它整个对啦。对啦。但是我觉得好啊，好，那我切哦。漂亮。就齐啦，安内啦。那这样我们就放到锅子里面来，然后把它排蘸。其实这道菜很快啦，但它煮出来会是漂亮的。那我刚刚说，如果我们有肉片的话，想吃肉的话，也可以在这在里面。这样夹着。这样子它整体看起来就是好看。你想要甜一点，我们红萝卜就夹多一点。这个美食除了口感以外，视觉的美食也很重要。哎呀，是啊，视觉上啊看起来就很好吃。哎呀，所以这个要注意。阿万西给你讲。是，要色香味就对了。对，色香味。俊宝，你记得我们是在拍戏的时候第一次认识吗？第一次啊，我忘记了呢。没关系啊，因为其实那次是大对头啦。我们2个对戏都是一堆人的时候，真的没有直接对到戏。是之前就你知道你演我阿哥呢？我哎呀，高丁嘛阿哥，就忘记了。阿姑啊，阿姑是咧，阿姑是咧，阿姑变阿哥，拍谁啊？你有我舅舅了。我们那天是在一个大楼的屋顶上面，风很大，然后你穿长版的那个风衣走出来，超帅，完全没印象。我那没记得，我没记得你是演方文琳的，文琳姐的儿子。嘿啊，你是他哥嘛？嘿啊，你记得吧？在那个屋顶上面。你这屋顶我忘记了，我只记得你从屋顶掉下来。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从屋顶掉下来？没有拍戏哦，其实都很辛苦啊。对啦，
我在拍那个《天下第一味》的时候，哦，对啊，拍料理的应该很辛苦哎。每次摆出来的菜哦，你看都很好看。哦，那个大甲蟹，那个什么大什么雪场蟹，哦，那个壳那么哦，其实我们在演的时候都忍住了，不能吃嘛，对不对？那个当下，不是呀，因为第一天是新鲜的，第二天的雪花米啊，第三天壳放着，到第四天壳到，我们心里都想哦，拜托你帮我一个新的哦，哦，欠假呢，害我要吃咧拢无好，拢嘛一点啊，味哦，有够歹味啊！这还蛮可怕的。我只知道，以出外景来讲，因为为了要抢时间跟拍那个成品，我们常吃到的时候已经是凉掉的状态了。啊，你那个已经是酸掉的状态了，臭掉啦，什么酸掉？你安尼凉掉是很好啦，凉掉当然口感没有那么好啦，对，但味道还在啦。我以前这讲出来怕你们会害怕。我在拜师学艺的时候，曾经差点把我师傅的店整间烧掉。啊？恁师傅的店哦？对啊，那时候在练习嘛，就有一天他已经觉得我技术已经开始还不错了，然后因为客人是熟客，他就点了一只，就是菜单上没有，他要煎鱼啦。那我师傅就说：“哦，交给你，我去聊天。”把整个厨房的炉子全部烧掉，你知道吗？是安怎？你是安怎？火不会控制嘛？那一煎就粘住啊，然后就轰那个，然后我又很害怕，那时候就笨，那个时候真的不懂这些东西，所以火很大，想要弄让它降温，水就给它丢在水丢到油里面就轰，不行，然后整间烟雾弥漫，哇塞，差点上爆了。那个锅盖盖上去就好了。哎呀，以前不知道啊，以前一集什么都不会啊。你这个煮下去煮到最后。水都跑出来了。对啊，所以这道等一下我在加的时候，那个水不用加太多，因为它自己最后大白菜会出水嘛。对，哎呀，那我们这个放下来，这边这样就像是一朵花一样，这样完成了。我们先加一点点水，然后我来做点调味，然后就可以开火了。加到大白菜的大概一半就好了，然后来一点糖。这道不用加盐啦。因为等一下那个剥皮辣椒，它的味道够重，然后可以让它也漂亮的话，就是把这个卷起来的剥皮辣椒。你这手有没有洗呀？我刚好抓鸡母虫啊！啊，要洗的。有啦，我刚有洗手了，不要怕。一点点酱油，不用多。然后我们就准备开火，让它去熬煮，然后等一下中间我们再来试味道，再来调味就好。大火还是小火？这可以大火啊，这可以大火，因为里面的东西还蛮多是生的，我们直接把它熬，把它甜度熬出来。大火、小火，我是故意在考你的。真的吗？所以我说的没错吗？对，没错。谢谢阿曼塞。那我们就先大火，这样子汤就会快一点点。好，那我的目前第一步骤完成了，那接下来就要交给大师了。简单了。轮到我，轮到你了。轮到我也是看你煮啊。为什么？为什么？你要展现我在煮菜都是用嘴巴煮啦，你知道吗？万事的时候，我这一手在切菜，很专业。其实那个切菜是别人的手啊，结果一攀上来是我的头了。好像我很忙啊，那个都不是我了，我嘎搞。煮的一口好菜，对不对？对啦。俊拔，你要煮什么嘛？你想要煮什么？我来看看，我来帮忙做。以前有一道菜，我妈妈专门要叫我回去就煮这个菜。所以是小时候的味道。茴香炒蛋。茴香炒蛋。我真久无寄钱回去，伊就讲
回乡回来家乡，你又炒蛋了。好，第一个步骤你要怎么做？问我吗？当然啦，我现在已经开始炒了，但我蛋还没打。对啊，我就要纠正你呀。下喽。那你盐巴要不要先加在这边？可以啊。你要先讲啊。等一下，你不能都只讲一半啊。动吃来做事。好，第一个步骤你要怎么做？问我吗？当然啦，我要考你呀。哦，那我们一样先切嘛，好不好？好，我们茴香先切，你要细一点吗？不用太细，不用太细，不用太细，差不多啦。哦，你要有口感这样子。对。那我就先大概这样，这样好不好？搁较大地哦，拍谁。哎呀，唔照我，安呢？吃下去，啊，对，安呢，这样才有口感嘛。安呢？好，这样够吗？好，那我加油，加油。你叫我加油，我不叫你加油，你加油自己放啊。好。那这样你这边要全用吗？好啦，全部下去，不要怕啦。是你可以按那个梗先下去，炒2、3下。对呢，比较老的先下哦。哇，这好香哦！有的地方吃不到茴香呢。真的吗？不是所有地方都有吗？有。俊宝，我错了一件事情呢。你说？我现在已经开始炒了，但我蛋还没打。对啊，我就要纠正你呀。你蛋都还没打，没关系啊。好，我这个下去炒的时候，你再打蛋就好了。下喽。俊宝要几颗？3颗够吗？够啦。小心啊，那个蛋壳不要掉到里面呢。我都吃到蛋壳啊，就完蛋。哎呦，你在旁边指导，我会紧张呢。不要紧张啦，手会抖。下喽。那你盐巴要不要先加在这边？可以啊。你要先讲啊。等一下，你不能都只讲一半啊。反正是你在煮的，万一不好吃也是你的问题呀，又不是我的问题。有道理哦。下啦。快点炒一炒。很香哦，很香啊。你这个茴香下的量重本呢，还可以吗？等一下去可以先尝试这个，可以吗？可以，但是很难看。换边，好吧，我放弃。你这样甩，不要甩到我的头上来呢。你不要冷静，不要安静这么久，很可怕。帮我确认一下这边。怎么样？差不多。差不多。我说把这些不要浪费，我们都把它加下去。对。然后整锅汤会变更甜一点。然后我们再让它稍微熬一下，这些豆皮让它去吸那个汤汁。香味出来了。可以吗？等一下就一起来吃。
我感觉这个茴香跟底下做无共款啊？怎么？刚刚我觉得那颗端上来有点丢脸，所以你后来去休息的时候，我又再煎了一颗。哦。对，然后把它变成像蛋卷这样子。来。太干了，太干了。你看，就像你讲，好像半卷的，有一点太干了。我忘了跟你讲，水要多加一点啦。感觉可以加点水，或是一点点牛奶。让它变得更香，因为那个茴香的那个梗会让口感变得比较干呐，比较有负担一点点。香气还可以吧？香气还可以。谢谢阿本塞，我下次会调整一下这部分。这个是刚刚前面的那个大白菜剥皮卷。买干啦，关东煮。了呢，关东煮啊，对啊。很甜啊。对嘛。是甜的。而且这个甜好像是里面的那个好像黑出来那样。我觉得大白菜的甜非常的明显。对啊。但里面因为蔬菜很多啦，所以都有释放出来，然后让剥皮辣椒的辣平衡掉。可是我自己这样做完，我觉得下次还有可以改进的地方，就是卷的时候，一定要摆满锅子，它才会开锅的时候才会呈现出很漂亮一卷一卷，才不会倒下来啊。我平常很少吃辣，但是这个辣还可以接受。可以吗？可以接受。好耶。我们这个乡下地方怎么样？你来的感觉还好吧？我可以常来吗？我可以常来找你吗？可以啊，但是记得啊，早一点来啊。泡茶要你来泡啦。我这边泡半天你才到。以后就会找得到，以后来就会快，就不会迷路。因为我觉得我们跑了几个俊把你的私房店，像餐厅啊、咖啡厅啊，还认识了很热情的村长。然后在你的这个庭院里面，我们又喝茶又吃饭，这一整天虽然我们好像做了蛮多事情，但让我整个身体身心灵，我觉得是很放松的。当然嘛，好放松。来个山上都不放松啊，怎么办呢？没有，现在很多年轻人据说去露营，他们去山上露营，就去了之后还是在滑手机嘛。对啦。所以要真正的放松就是手机也不要带啦。对。对。不要在这里联络东联络西，一直联络朋友都不要，暂时都把它抛掉。对。你才吃得到道地的客家菜。对不对？对，而且才能真正的尝到这个菜的甜味。而且我们喝那个茶，那个咖啡啊，它做出来的那个巧克力，我到那边就一定要点那个小巧克力啦。那以后让我上来，我就先在那边先帮你带一盒上来啊。不要带一盒啦，带2盒啦，带那么少干什么？好，这我知道了。好了，欢迎你来了，谢谢俊巴，今天真的很开心。以后我再有机会再多，我们在一起多出去玩，然后我再多煮一些不同的料理给你吃，好吧？模样，你可以吗？好。
呀一生气，朋友是莫份 happy 事，唔該也係度死，來做朋友莫排笑，天頂啊腳步向前行。